標題專勾搭已婚男星，港圈四大當花的瓜。2009年，老揮骨石榴姐阮瓊丹實在看不過去某些外表看似清準無辜，納里實質淫蕩豪放的女星，火力全開，曾一口氣踢爆四大當紅女星，稱她們為港娛四朵當花。當花一，名純情冠軍，為了追求電視台一率歌小生，不惜使用微招，真空上陣誘惑對方。當花二，姣精女星，在外地拍戲時，與同劇中年男星同房過夜，因為動作太猛，搞得床榻亂舞，驚天動地，被隔壁聽得一清二楚，最終奸情曝光。當花三，是一位算美出身的斗美奇葩，酷愛玩一夜情，拼以此為榮，樂此不疲。最後一名當花是變態狐狸，比達幾船沒品，專勾引已婚男星，愛睡正宮娘娘的大床，傾黑姦，輿論炸了。有人表示石榴姐太猛，為了讓觀眾看清這些女星的真面目，竟然迎鳳而上，不顧自身安危。更有人因喜喊娛樂圈的遮羞布終於被扯下來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四大當花到底都是誰呢？經過心思縝密、眼光毒辣的大批網友分析，有四大女星最終上榜，分別是人氣爆棚的鍾小姐、佘小姐、李小姐以及郭小姐。其中郭小姐因為這個爆料，船被撕別苦久的前男友背刺，說覺得一點也不意外，導致她名譽盡毀，不得不遠走他國避難。後來又做出了那樣令所有人震驚的選擇。港圈10多年來，唯一一個公認能與李嘉欣平分秋色的她，為無偏愛搞已婚男星，又是如何一步步淪落的呢？這一切全要從她被封為李嘉欣接班人的選美比賽說起。言歸正傳，這位郭小姐的大名正是赫赫有名，曾一度被港圈富婆們忌憚的郭羨妮。自從出道以來，她一直被尊稱為男星晒手和緋聞皇后。郭羨妮1974年出生於中國香港，比日後經常與之相對比的李嘉欣小4歲。正因為少了這4歲，所以兩人才在香港小姐的比賽上完美錯過，沒能棋逢對手。和此正行兇的李嘉欣一樣，郭羨妮也是混血人，擁有1/4的英國血統和3/4的中國血統。不用想，她自小長得美豔，上學一直是校花，被黃毛小子們狂追。可郭羨妮都看不上，因為父母後來感情不和離婚，她跟隨母親移民去了加拿大生活。畢業後，她早早出來工作，當了空姐。就在這期間，有人建議她參選香港小姐，於是1999年，她報名參賽，同期參賽選手船有容貌拼不驚豔的胡杏毅。郭羨妮一出場就成了全場焦點，所有人都判定這個女生會奪下冠軍，連胡杏毅都親口承認，見到郭羨妮第一眼就知道她一定能奪冠，其他人只爭一爭亞軍和季軍就行了。果不其然，郭羨妮以一騎絕塵之姿，在眾望所歸中摘得港姐冠軍，並連續斬獲最上鏡小姐、國際親善小姐和千禧才智小姐封號。1年後，她作為最美代表參選國際花蕊小姐，同樣輕而易舉拿下季冠。當時所有人都在歡呼，11年了，郭羨妮打破最美港姐李嘉欣的獲獎紀錄，成了香港新一代的選美傳奇。她名正言順成了繼李嘉欣之後最正的港姐。此後20年間，無人能超越。而對她的美貌嘆為觀止的胡杏毅，最後獲得了季軍，並被香港電視廣播公司簽約，兩人成了同行。但這樣一位冠絕香港的新晉港姐，入行後沒有像前輩李嘉欣一樣目標明確為烈富豪，更沒有像胡杏毅一般死砍演技，反而搞出了與俊美男星共度16小時的狗血腥聞。2000年，26歲的郭羨妮頂着雙料冠軍的光環，和30歲的古天樂一起到河北拍攝《尋秦記》，兩人拍着，竟一起玩起了失蹤，雙雙不見人影。工作人員急死了，兩位主角同時不現，拍攝如何進行呢？於是他們四處尋找，
最終與郭羨妮住在一起的室友發現，他的證件和錢包都存在房內。這就是說，郭羨妮沒有外出走遠，應該就在附近。於是全劇組出動，四處尋人。正當要報警之際，同樣不現人影的古天樂突然出面，阻止大家報警。原來失蹤的郭羨妮和古天樂正在古天樂房內逍遙了16小時。很快，關於他們二人的花邊緋聞傳得沸沸揚揚，古天樂卻堅持認為這不是事實，不回應。而剛一腳踏進娛樂圈的郭羨妮攤上這種事，也有些局促不安，所以這部戲曬青後，兩人就斷了聯絡。幸運的是，《尋秦記》作為穿越劇的始祖，一經播出，收視率爆棚，劇中主演們都火了。郭羨妮憑借其中的白月光角色，也火得一塌糊塗。有觀眾看完後評價，郭羨妮真是老天爺追着餵飯吃，可越是容易得到的，反而越不懂珍惜。2年後，他不再搞俊俏單身男，反而在勾搭已婚男星的賽道上一去不復返，船被收肉是狐狸。2002年，他和純情男神溫兆倫一起拍攝連續劇《牛郎織女》。溫兆倫是情深意切的牛郎，郭羨妮扮演心情不悔的織女，兩人有很多感情戲。沒想到戲拍到一半，溫兆倫竟主動出擊，誓死要將郭羨妮拿下。他每天雷打不動送菠蘿包給郭羨妮吃，郭羨妮吃着吃着就心動了，兩人開始了地下情。因此娛樂頭條寫他們是菠蘿包之戀。為無視地下情呢？因為溫兆倫是已婚身份，妻子船是跟隨他多年的助手 Winnie。在過去，溫兆倫已離過1次婚，並爆出交往過3個女友，個個都與他反目成仇，甚至傳曝光他向前女友追討分手費的炸裂新聞。所以港媒笑稱他是罰溫，意思是瘟神，誰愛上誰倒霉。郭羨妮不知是涉世未深，船是本性如此，竟公然當了已婚男星溫兆倫的小三。起初他們死鴨子嘴硬，就是不承認在一起。後來被人拍到在歐洲牽手旅遊，坐實了溫兆倫出軌以及郭羨妮當小三的事實。一時之間，兩人被外界的唾沫星子淹死，怒斥他們不要臉，敗呸道德。溫兆倫選擇逃避，說我們兩人感情的事絕對沒有第三者。而郭羨妮卻吐出一句比亞嬌我很傻很天真船勁爆的名言，稱我只是個普通的女仔，為什麼不可以正正常常拍拖？這句話引發巨大的輿論反噬，人們唾罵他不知廉恥，是比胡有精船下作的狐狸。經此一罵，郭羨妮的事業深陷谷底，廣告代言全被抵制，就連拍好的牛郎織女也下架了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感到害怕，感嘆說：別人都說戀愛影響事業，看來真是如此。2005年，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事業，他不得不主動對外表示真的分手了。而向來不負責不拒絕的溫兆倫聽到郭羨妮這話，只淡淡一句尊重女方的說法。這場溫妮戀最終以溫兆倫被罵渣男鼻祖和郭羨妮事業傾塌結束。他在公司一姐的地位再也無法挽回，從一線退居二線，資源被斬，拍戲機會銳減。那一年的李嘉欣以為獵元富豪劉鑾雄正在與船王之孫傅俊亨約會，為嫁進豪門做準備。反觀被指李嘉欣接班人的郭羨妮，因為與已婚罰溫戀愛，事業名譽大毀，已慢慢喪失進入豪門的資格。他索性擺爛了。同年10月，又搭上了一個有婦之夫男星，直接導致對方婚姻破裂。2005年10月，郭羨妮和被封花旦晒手的已婚男星馬德鐘合作拍《撐霸》，沒想到兩人拍着拍着就傳出了桃色新聞。馬德鐘是圈內出了名的緋聞男星，與郭可盈、陳慧珊、佘詩曼都有曖昧關係。他和模特出身的老婆已烈婚8年，總使外面如何寫，夫妻二人感情很穩固。但這一次就不同了，由於郭羨妮的插入，馬德鐘8年婚姻亮起了公燈。
至於為無他會看上這樣的男人，一切船要從一場大小便說起。有人爆料，郭羨妮在片場拍戲時隨處大小便，一度鬧得很尷尬，但馬德鐘力挺他，稱未必是真的。不過這一次，或苦是吃一塹長一智，郭羨妮死都不承認二人的關係。而就在外界眾說紛紜時，他又和已婚富商學王鄭國強惹出了緋聞。鄭國強以炒肉學股成名，與香港首富李嘉誠關係密切，坐擁20億身家。2006年5月，郭羨妮接拍陳國強投資的電影《臥虎》，在開鏡禮上，郭羨妮被4名保鏢保駕護航，十分威風。婦多人說，這是鄭國強對她的特別優待，兩人有非比尋常的關係。正當大家準備吃郭羨妮又搞已婚男的大瓜之際，卻傳出他們分開了。原因是郭羨妮一邊吊着鄭富商，一邊暗地裏偷偷和前緋聞對象馬德鐘幽會，令鄭國強十分惱怒，一氣之下將他踢出金學。此事過後，鄭國強親自下場闢謠，稱和郭小姐、郭羨妮只見過一面，以此來撇清與郭羨妮的關係。而郭羨妮害怕名譽再次受損，馬上向外承諾說，發誓不再戀上有婦之夫，怕將來有報應。沒曾想，這句話在幾年之後一語成讖，因為與鄭國強這件事，郭羨妮的事業再一次遭受重創。原本定下在新片《呂四娘》裏擔當女一號，但最後被踢出了劇組。不過，她依舊不知悔改，也不懂反思。2007年，郭羨妮終於得到主演《學警出更》的機會，和號稱緋聞絕緣體和超級好男人的已婚男星陶大宇合作。兩人拍了很多激吻戲，沒料到竟一發不可收拾，吻出了真感情。要知道，陶大宇行走娛樂圈，就是憑靠的好男人就是我就是陶大宇的深情人設。他和正宮夫人王惠保歷經10年戀愛長跑才結的婚，且已烈婚7年之久。如今因為胡妮郭羨妮的介入，兩人的婚姻面臨危機，後來導致離了婚。正宮王惠保爆料，郭羨妮正是他們婚變的第三者，經常給陶大宇傳大尺度情慾短信，才導致他們分開。又一次，郭羨妮成為了眾矢之的，是人人喊打的胡有貞，但他堅決否認，說自己沒有發這種短信給陶大宇，但拒絕和陶大宇前妻當面對質。不過有意思的是，正當兩位女人劍拔弩張之際，主角陶大宇卻趁口承認確實和郭羨妮有戀情。這句話讓一再狡辯的郭羨妮又一次坐穩了小三稱號，她的名譽、形象、事業全都徹底毀掉了。當初的李嘉欣接班人封號再也無人提及。就在李嘉欣欣喜若狂地籌備和富家公子撫俊亨的婚禮之際，郭羨妮被人們追着唾罵，最後不得不遠走加拿大避難，以此來逃避小三風波。而在外地待了3個多月後，他似乎想通了，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說與陶大宇絕無可能，想以此來洗刷胡有姐的罵名。不過，已經因為他離婚的陶大宇並沒有放過他。自從被郭羨妮分手後，他趕緊求前妻復合，又明確指出郭羨妮是豪放女。對於這個說法，郭羨妮很生氣，稱他不懂尊重人。而正如開頭所寫，石榴姐曝光圈內4大蕩花後，一石激起千層浪，人們紛紛猜測4大放蕩女星到底是誰。陶大宇更是落井下石，表示對於郭羨妮被傳4大蕩花，一點也不意外，而此變相確認她就是其中之一。2011年，郭羨妮根本未法繼續待在香港拍戲，於是索性跟隨潮流嚟到納地拍于正編劇的《宮》，扮演裏面的妃嬪娘娘。沒想到這一拍到了一個願意娶她的男人。宮拍完後，郭羨妮主動問製片人鄧世斌有沒有好男人介紹給她，並提出不要有剪的，要聊得來的。鄧世斌想了一圈，於是將來自河南的武術指導朱少傑介紹給了他，並約上于正一起，幾人吃飯探討了一番。朱少傑本就對港姐出身的郭羨妮十分感興趣，但因為自己身份不夠，
所以總是遠遠盯着郭羨妮看，並不敢表白。這下好了，經過于正等人牽線，他們很快就在一起了。而近談了半年，郭羨妮就決定要和朱少傑領證結婚，甚至一度傳出要奉旨結婚的消息，遭到郭羨妮否認。原來郭羨妮老媽得知女人找了個窮小伙，堅決反對，氣得回了加拿大，不願參加婚禮，以至於婚期延期了1年。同年10月，郭羨妮自曝已註冊結婚，並打算不顧母親反對，盡快做人生娃。後來他放下剛剛好轉的事業，生了一個女人。不過郭羨妮生產時，郭母又一次暴怒了，因為女兒生孩子時住的高級套房，竟是郭羨妮自己支付的16萬，簡直是倒貼生娃。為此，郭母在醫院外面當中怒罵女婿太窮、沒出息等等。而一坐完月子，郭羨妮就趕緊復出工作，因為老公收入太低。據傳，為了幫扶老公朱少傑，她船欲掉自己在香港的3套房產，給予他資金創業和安家。對於這些，郭羨妮只是說踏實平淡才是真。她船驕傲表示，我是貨真價實的河南式婦人。後來為了幫助老公導演的金玉瑤造勢，郭羨妮在懷上2胎的情況下，毅然決然去出演了重要角色，最終導致流產。因此外界一度傳出她婚變。而後來的一次採訪中，郭羨妮主動說道，萬一她真的有外遇，別告訴我，千萬別給我知道。沒曾想當初比肩李嘉欣的港姐冠軍，竟在婚姻中卑微成這樣。反看李嘉欣利用手段一步步嫁進豪門後，很快生下一個兒子，坐穩豪門貴婦的位置，日子過得好不快活。自興者人必興之，自賤者人必賤之。感情大事，海可人棄，床榻震動一時爽，海人設坍塌就只能自食惡果了。看完點個讚，評論一下，謝謝。